演习，互敬拜当中得到好的装备，伫敬拜学了有丰富的歌声来荣耀上帝。圣乐队也伫8月18到20号，到伫金门圣乐的旅游，恳求主看顾平安。今仔日的礼拜，我们要全心来献给主你，一切来归荣光伫主上帝，求主圣神充满甲阮同在，也透过约伯书的嘴，传达主你真理的话语，互所有兄弟姊妹性命得到领受甲造就，通为主传扬福音，温群服侍伫教会。阮诚心献上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要来启用启用文第59篇，就是罗马书第10章。启用文59篇，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予伊对上中高压，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别人拢无差别。伊有讲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只行哪尔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这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所以，神是对听，听是对有的话。不过我要问，因兼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这是要请等下互兄弟来献诗，伊所献的诗歌是：我来调记你，救赎我的主。
现在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2章38节到42节。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2节。第位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第15页。马太福音12章38到42节。迄时，有经学士甲法利赛几若个人，因伊讲：先生啊，阮来对你看一个新者。若是伊应讲，恶道奸淫的世代求新者，除先知约拿的新者以外，无要新者互因。因为亲像约拿3日3暝伫大鱼的腹肚内，人子也安尼3日3暝伫地内。尼尼微人当审判的时，要甲即世代的人三角起来，刷去因的罪，因为因对约拿所传来反悔。何况伫遮有比约拿较大个？人远的女王当审判的时，要甲即世代的人三角起来，刷去伊的罪，因为因对第一日头来，要听所罗门知识的话。何况伫遮有比所罗门较大个？以上，这是这本堂由牧师来讲道，所要讲的题目是3日3暝，3日3暝。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你对天顶到世间，对世间到阴间，也对阴间上天，坐伫上帝正边，显明上帝疼、奇妙的权能，互阮透过阮心相信喙承认，明白你的救恩。用信心来领受的时，你圣经内底的真理甲应允，就要临到伫信靠你的人。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弟兄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经过伫7月中间牧师团队用人物完全的啥物？基督吼，这是咱7月牧师互咱的主题。透过这个主题，会通对第一礼拜牧师甲咱三角来分享。因主是安怎呼召人来亲近伊？人有劳苦，有重担。耶稣伫马太福音11章28节讲：恁有劳苦，有重担的，来到伫我遮。我要互恁来得到安息，所以透过圣经的人物，互咱会通人物完全的耶稣基督。洗礼约翰伫伊的家己的想法，讲耶稣应该是安尼啊，是爱审判，是爱来烧这个无要做工的啊，总是伫监狱内底，因听见耶稣伫外口所做，因哪会做怜悯？因哪有做医治？因哪有做一寡遮个讨棒、祝福、供应？即款的代志，甲圣经、甲先知书讲的都无啥像啊！是安怎哪会安尼？所以就找伊的学生去问耶稣，到底你是毋是迄个要来的迄位啊？伊心内有一寡遮个犹豫。耶稣甲学生讲：恁听到啥？恁看到啥？恁就去甲恁的老师讲，就是安尼。有当时咱有家己的想法，耶稣应该是安尼，总是耶稣毋是。耶稣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耶稣呼召咱到伊遮，会通伫遮来得到安息。所以内底圣经有记载，有遐个外在缺陷，有遮个障碍，心内有侪遮个忧闷、烦恼，有侪遮个忧郁内底，互你困袂去的。耶稣讲：来到伫我遮，我要互恁来得到安息。
互恁有通有平安。礼拜日是7日的头一日，对不对？所以拜六叫做周末、周末哦。所以礼拜头一日，一礼拜头一日，咱来亲近咱的主。你知影？你过去检查你有做这困难，有做这的病痛。你透过头一天，好亲像咱的手机啊，若伫无电的时阵，你会做一个动作，安怎？充电。啊，充了饱，啊，你就有这个信心，然后继续滑呀滑，对无？哦，所以现代人足侪病，就是安怎？颔棍拢出问题，为什么？拢变低头族哦。啊，就爱去找陈老师哦，也是去找这医师来帮助咱。所以伫这中间，咱甲主的关系嘛是安尼啦，来充电啊，充电、充饱、充好势。哦，你就开始会当去做你爱做的，这可能你上网络去找资料，哦，像牧师用手机用这 iPad， 伫遮来讲道，哦，透过这随时通找我需要的资料，哦，总是上惊啥？上惊无电，哦，咱即摆现代人有一个症状，叫做无电的恐慌症。你手机若看伊剩10%，对20%，伊就迄个电池吼，就会出现啥红的啊！哇，你就开始某咪人啊，你有炸尿袋无？你听啥物叫尿袋无？尿袋就是即摆人讲的迄个行动电源啦，安尼了解无？所以你嘛讲，我也无安怎，你讲个尿袋哦，所以有一寡现代的俗语话用语吼，你爱去了解者。因为即摆足侪即个世代吼，拢讲迄个你听有听你了解我的明白嘛？像这你爱去了解吼。所以伫遮咱讲耶稣来，就是互咱去了解了解伊是啥物款的主。所以对无共款的角度，互咱了解讲，这安息是为着人，要互人休困，互人会通专心来敬拜上帝。所以迄个足要紧的一个重点是啥？你爱甲上帝有好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安尼，咱才会通对来领受。你心内感觉我发觉真侪吼，真侪兄弟姊妹，我发觉牧师，我拢困袂去呢。有困袂去的无？你毋免举手。足侪，所以圣经甲咱讲，上帝所疼的要互伊安怎？你有读过即句话无？上帝所疼要互伊安眠好困呢？安尼上帝的话甲咱的生活有一寡出入的，所以到底来是讲问题出伫啥物所在？啥物款的代志，互你日也想，暝也想，想甲困袂去，互你看伫心内，互你无法度伫遐来放下交托。所以耶稣讲：来，我就是要互恁安息的主。透过咱即几礼拜的讲道来帮助咱，互咱通明白耶稣一方面来呼召遮的学生，诚做训练因、帮助因互因诚做一个使徒。然后咧，透过因来祝福更较济，互遐个需要的、遐个病痛的、遐个心灵有欠安的、无自由的，也是受绑的，拢会通伫遮来得到救。咱若透过每一天的遮个灵修，伫咱的我的教会我的教会 APP， 你会通看见牧师团队会准备遮个资料。总是我搁要一遍提醒咱你毋是一下就先去看阮写的物件。我鼓励咱，因为上帝透过你家己的读，你家己的看，会通互你第一手的感动、经验、甲认捌。所以咱看圣经，毋通先去看新眼光遐个册，也是讲遮个查经的册，遐拢是别人因家己读圣经了所领受的。牧师鼓励咱，即本圣经你家己读，读了无清楚，你敢搁去看
牧师写的，也是讲其他遐个灵修的册，对无共款的角度检测，你有看见牧师看无到的啊？敢毋是？所以伫遮咱透过无共款的经验，圣经也是顶礼拜五，咱有即个祈祷会哦，所以咱拜五暗时有祈祷会。伫上一个月上尾礼拜拢有啥？见证会哦。每一个兄弟姊妹对伊生命的经历内底吼，拢有无共款的领受哦。其中有一个兄弟，伊讲哦，伊带伊的学生团队，本来要参加一个科学展，总是规则改变啦，哇，去了啊，哦，无法度参加，总是另外中研院遐。也是对一个单位吼，因为举办一个科学展，伊就问伊学生，本来因已经拢识字无迄个兴趣毋茫总是透过安尼哦，伊来鼓励因，无来参加即个看卖啊吼。本来是一个全区性的即个比赛吼，总是无拍算，伫迄个真短时间，上帝感动。互伊有即款的一个领受，一个观念，一个 idea 入来，到尾摕到全国的冠军啊！哇！所以你要看，伊伫遐来感受到，这位上帝是啥物？享受智慧的主。所以若甲上帝有连线，甲伊来一个安尼吼，哇！一寡遮的智慧财物就进入伫咱的生命内底。最近牧师咧准备传道书，咱每一工的遮个灵修的时阵吼，有诶两三节啦，两三节是要安怎讲啦？是安怎要安怎写？所以伫迄个祈祷安静的中间，就真侪遮个灵感，真侪遮个启示。我想咱家己若去读，家己去看的时阵，有无共款的看见哦？所以你要看，今仔日咱透过人脈完全的基督，是会通用无共款的检测，你会对影片，你会对侪遮个无共款的方式，生命的见证，伫遮来人脈这位耶稣基督。今仔咱若要透过用咱的故事，甲耶稣对遮个会众，对遮个经学师、法利赛人所讲的，伫遮来了解到底伊是啥物款的主。通过3日3暝。咱来看见上帝已经透过伊的救恩的计划，然后互人家己有这个决定。通过约拿，通过尼尼微这个百姓，也通过伫迄个尊顶的遐个无信上帝的尊员，咱念要对这个无共款的角度、无共款的人的生命，伫遮来看见这位天父上帝伊的慈爱、伊的怜悯，互人有机会。伫遮来回应伊，这是头一点，就是今仔日咱听这个讲道目的，头一个就是上帝有做，互你决定。上帝用启示，甲你启示，决定在伫你家己的主权。第二，咱有看见人脈完全的耶稣，就是透过伊家己安怎做，伊来到世间，伊最后伊定十字架，伊会通顺服上帝的心意到死。今仔日。咱是毋是爱回应上帝呼召甲差派？总是无像耶稣遐严重，讲你若来做服侍，就爱做甲死安尼哦。甲你边仔讲，毋是安尼啦吼。互你服侍会通哪服侍哪快乐，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有毋茫。这就是来教会一个真要紧的目的，毋是来教会服侍甲作悲观。作负面，我想上帝心意毋是安尼啦吼，所以透过圣经牧师会伫遮来祝福、来鼓励、来激励，也透过侪人的生命见证伫遮来激励咱，互咱对迄个失望、对迄个无开来中间定心徛起来。我今仔咱透过上帝伊的呼召，你有听见嘛？咱先来看约拿，捌听过约拿的故事的举手一下。约拿的故事，嘛是有人毋捌听过对无？所以伫遮伫旧约的内底有一位先知叫约拿，来咱做伙来读来。耶和华的话临到阿米太的囝约拿，讲你起来去尼尼微迄个大城，
出声警戒因，因为因的罪恶透到我面前。若是约拿起来，爱行去伊他施，闪避耶和华，落去约帕，拄着一只船，要去他施，伊就互伊船税，搭迄只船，要甲因去他施，闪避耶和华。所以安尼伫即个差不多30个故事的内底，咱就知影安怎？上帝叫先知约拿，约拿要去对尼尼微，最后伊去对，安尼伊有听话无？无，为什么无爱听话？为什么伊无要听话啊？上帝若叫你去啊，你要去无？这就是今仔咱们听了有惊无？这就是听道理一个真要紧的重点。伊有听去，总是伊逃避上帝的呼召啊。对得啊，遐歹人啊，死会较好啊，敢毋好？但是上帝，咱对遮来看，讲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知影咱中间有歹，但是伊还阁咧一直互咱有机会。上帝话临到伊，就是叫伊爱去，总是伊安怎起卡拢。上帝爱去尼尼微，伊走去佗啊，无共款的方向啊，伊就走去约帕。有一遍牧师我去约帕。彼得伫遐有经历嘛约拿嘛伫遐坐船去对他施都是要甲上帝的方向伫遐违背啦。所以伫遮咱看约拿有听去无？有听去，互伊有一个任务，但是伊煞闪，莫啦，莫叫我因可能伊心内想讲遐个人遐歹，无可能会悔改啦。遐个人甲咱都无好，你阁要去甲祝福，你阁要去甲讲，互伊有机会。那一般的人无爱安尼啦，这足歹甲判死刑好，这足歹看会通拄着刑罚袂？这是一般人咱的想法这是约拿会听甲多闪。咱做来读来，约拿入城起身行一日的路。传讲，过40日，尼尼微要倒坏，尼尼微人是用啥？就宣布禁食，对大到小拢穿麻衫。这个消息传到互尼尼微王听见，伊就对伊的座位起来，脱伊的礼服，穿麻，坐伫火府。这是伫故事的后壁呢，总是伊安怎无要听上帝话，走去他施，就拄着一寡遮的困难啊，坐船拄着风影啊，伫迄个风影的过程中间，性命的威胁。连面咱会看讲，遮个船员约拿，因安怎有啥物款的反应？所以遮个人因有听去，到尾安怎顺服？所以听有要行，影响到伊后壁的祝福。所以认捌耶稣，伊是有啥物款的关病的，甲你过去所敬拜的神明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就会影响你的人生的结局。上帝来安排，咱来看去，伫伊安排甲欢会中间，约拿3日3暝安怎？伫鱼的腹肚内，咱伫遮来看证人因的见证。当因拄着这风影的时阵，伫约拿书的第1章的14节到16节，伫遮有咧讲起，拄着这困难的时阵，赶紧的，恁信啥？恁赶紧对恁的所信的神明伫遮来祈祷。约拿讲免遐麻烦了，恁将我等落海中。
甲等落，就一切 OK。这个人卖啦，佮靠家己的气力，看要爬位对方到一个安全的所在无。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对用哪的开喙的中间，因会通认捌，这位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包括海洋甲陆地的主。你若有去看这个用哪书第1章的第10节，你会着咱看见。圣人讲，对恁的生命来求，这减毋是咱人生拄着做这伫超出的过程中间，咱用宗教，咱用功德，咱用做好事，咱用做这家己的方法要来追找嘛。所以这尊严嘛是共款啊。拜托恁信啥，恁就赶紧去求吼。但是咱有看见啥？因要靠家己的气力，拢无法度，无法度进前。无法度去靠岸，挖到迄个平安的所在。所以到尾，这个尊严无法度好啦，听你的话，听上帝的话，就将用哪甲等落海中。一等落发生啥物代志？风影怎啊定去？咱哪有遐尼奇妙的啦？哇！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正人因本来无认捌这位上帝。对用哪的喙中来认捌天地万物的掌管者，对求别的对象，到底知影用哪所选任的这位上帝，用哪嘛家己真认分，伊知影一切拢是因为伊家己引起，所以伫遮伊就家己承认恁将我等落，有简单无？无简单的叫别人甲你来等落海中，互你的性命结束，无简单。所以伫遮咱有看讲，正人对用哪的话，对用哪的宣告，对用哪伊受等落海中这个经历，因看在眼内，因记伫心内，因认捌这位造天造地的主上帝。第二，咱来看讲用哪。当伊受等入去伫迄个海中的时阵，咱看见上帝备办一只大鱼，然后甲伊吞落腹肚内。伫圣经内底，伊认为这个鱼腹肚就好亲像坟墓共款。所以伫用哪的祈祷内底，你若去看用哪书的第2章，伫第2章的10节左右遐。咱就会通看伊讲，伊伫伊的悔改祈祷的内底，我知影毋对啊啦，我要顺服啦，我要学落你，唱歌学落你，我要献祭，我要献愿。甲拄咱所听的这证人，哇，因伫遐开喙，因伫遐要伫遮来行因的愿，因愿意要敬畏这位上主，要伫遐献祭，要伫遐来下愿来服侍伊呢。所以这就是咱看讲对正人因伫生命的见证经历内底，咱家己去认捌到这位上帝。我连风影，连这危险，拢听上帝的话。用哪伊家己成为一个先知，先知是上帝啥？大言人呢？上帝的话你都无要遵守啊？叫你要传讲的对象要安怎听？但上帝真奇妙，伊就是用伊的圣神的感动，互这尼尼微的这个百姓会通伫遐来听。所以伫鱼的腹肚内底，伊就知惨啊啦，知影毋对啊，所以开始就恳求啊。所以伊就讲上帝啊，你对阴间的中间来拯救我啦。上帝听伊悔改恳求的声。要了解详情，请你家己去看圣经。今日我无要详细讲遮，总是互咱去查考用哪书几章若定，你去看卖啊这真精彩的这个生命的故事。所以伫遮上主就对阴间，好亲像咱咧读，咱咧念主祷文，用主祷文祈祷耶稣捌去到伫地。
死、埋葬、落啥、阴府，然后佫起来嘛。第三日对死人中佫活。那安尼，互咱知影讲，耶稣是天地万物，包括阴间，拢伫伊的掌权啊。所以伊赢过死无关系。圣经内底嘛记载讲，伊3日要过活。用约拿的故事内底上定，内底代表耶稣未来要做的。你看伫旧约已经有安尼有表上定，一直到伫新约，耶稣伫遐来显明上帝的疼。而且伫阴间的呼叫，要甲咱讲啥物？伊过我的生命，互人得到重新的一个机会。所以你这个大鱼就佫受命令吩咐，将约拿甲吐伫迄个大地。第三，伊敢有机会拄啊咱所看，去尼尼微城伫遐来做性命的见证，来传达上帝话。你知影尼尼微城若照圣经的记载，伊差不多爱行几日啊？几日？3日吼。伫遐的中间，因听见就相信上帝的话，无论大小，因拢禁止祈祷。拄啊，迄段圣经咱就有看到啊。上帝通过伊的话，做君王的。所以咱嘛爱为着咱的国家来祈祷啊！这个文武百官有机会来认捌这位造天造地的上帝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到尾啊，无将这个毁灭、这个灾难临到伫尼尼微城。咱来看讲，伫因的这个生命的过程中间，咱来认捌上帝的话语所带来的祝福甲权柄。伊安排上帝话，伫遮记载讲，伊安排，意思就是讲，我派你去，我指定你，所以安排啥物？安排大鱼啊，已经等待好啊。所以连自然界的遮个动物，拢听上帝命令。有饲过遮个饲狗过无？有听你的话无？拄啊开始会听你的话无？来，坐下，爱着坐下，敢遐乖？爱需要经过训练，对吧？我毋捌饲过狗啦，所以毋知影所以伫这中间，咱看，当你话语的权柄，你甲训练过了后，你也讲来去坐下，站起来，介身长老你。笑啥呢？感谢主啊！讲了，互伊会笑，安尼嘛真好啦所以上帝话有当时会互咱笑，嘛互咱哭，你知吼？你若要听就笑啊，你若毋听就会哭出来，你知所以伫遮咱看约拿嘛是安尼，毋听就哭啊上帝啊，我知影啦求你来赦免啦所以上帝就对阴间甲伊安怎救出来？伫迄个故事的内底起起落落啊，念伊个埋怨啊，所以有当时咱人就是安怎，路在成带动，袂记啊，亲像以色列百姓安尼所以上帝安排，上帝命令，上帝就搁命令安怎，这只大鱼，然后甲约拿吐出来，表示讲上帝话，连这个万物拢爱听伊的命令。约拿书好好去看，咱就看伊讲上帝伫这天地万物的掌权。第二，咱来看讲耶稣3日3暝伫地里，到底是咧讲啥？伫遮咧有标对十字架一直到伫坟墓。第3日，人咧等待中间，人失去对上帝的信心，所以有真侪学生走甲无看人。因听去耶稣过活，哪有可能？阮着亲目看耶稣顶是伫十字架死啊、断开啊，伊伫十字架断开，然后讲一句话，讲啥？成啦！阮着明明看见、听见啊，佫互人伫遐来刷去望大石头甲踢掉的，佫有兵丁伫遐来固守，
就是啊。所以好亲像约拿伫鱼的腹肚内共款。总是第一，咱看讲伊对死亡到伫高压，互遮个证人看去、听去、摸着。而且咱看讲约拿透过伊的生命的经验，伫遮即个故事要对咱来显明耶稣基督。伊讲人子嘛，要就是讲我嘛是安尼，所以得讲伊啊，讲伊要做的，就是对迄个死亡的中间，搁再起来。所以，互咱认捌，伊是国外的主，伊是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主。所以，伫遮咱做来读这段的圣经来，因为基督所以死来国外，是要做活的死的主。有真侪兄弟，咱的慕道的朋友，一直无法度洗礼。就是有真侪遮个看路的代志，包括是大人，包括公妈，互伊放袂落。无说要讲人因相信人投胎转世往生，往生投胎转世，你到底你伫即个神主牌拜着啥物？有一个。上帝互咱的解决的方法，就是将这公妈牌内底这个祖先，因为耶稣是做活人甲啥死人的主，所以交互伊，然后咱用族谱记落来，将伊名、生日记落来，然后伫每一年清明的时阵，咱会做啥物？对书清明的对书的礼拜嘛。华人咧讲心中对愿，也是讲心中对啥愿？你对偌远，3代、4代、5代、5代你捌无？毋捌你无拜着嘛不好啦。但是咱会当倒转来到认捌，对到伫即个源头，你敬拜即位上大的主，生命的源头，你就会通将即个历代的即个祖先交伫耶稣。因为罗音府，伊的主权，伊要拯救，拢在伊的主权。所以兄弟姊妹，有真侪遮个兄弟姊妹、无道的朋友参加过遮个个别礼拜了，因的心开阔开，哪会遐尼好啊？哪会遐尼赞啊？求主来帮助咱，会当透过遮个无共款的方式人了解。主是恩典怜悯咱的主，伊一直互咱有机会。过去旧约一直用精神来咧祭拜，对无？咱咧拜啥物款？旧约拢有啦，旧约拢知影安怎拜，拜甲足功夫，拜甲足招魂，总是为啥物无法度？直到约翰讲，看上帝羊羔除去世间人的罪，伊成做迄个祭司，帮助咱。互咱称做义，就是互咱会通得到这个救恩。所以今仔日咱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这就是耶稣来改变咱的命运，改变咱的敬拜方式。所以咱的祈祷就是环保的香，环保的香啊！我常常咧甲这个无道的朋友讲，你看这文主公即马嘛是安怎？减香，也是讲无咧烧香啊？咁毋是嘛？所以人用真侪家己的想法，要来敬畏即个主。这个人嘛是相款，恁紧去求家己的，总是用那真清楚。这个门徒要透过福音，互更较侪人知影讲，伊是咱的主。所以今日咱透过十字架救恩，咱知影总是咱有去传嘛。用啦，你都爱去传哈，结局走去他死，是爱经过侪这个苦难，才倒转来。求主来帮助咱，会通真正会通伫遮心柔软。所以有传，才互人听见，才互人得到。咱做来读来，用那入城起身行一日的。
你的未人信上帝，就宣布禁止对外教世。过40日咯，过40日，上帝就有动作啊！咱来看，这个城爱行几日？几日？3日。用那行几日？上帝叫伊将这信息传到伫尼尼微城，伊敢若做几分之？3分之，行3天才行会透啊！你是甲上帝画拍欠拍折是无？但是上帝嘛是个作为啦，好啦，你一工我嘛是做我成就我爱做的，所以这福音传到伫王大大小小精神，拢伫遐来认捌上帝伊的救恩的计划，甲伊所要做的代志。所以伫遮咱有看见上帝就伫迄个中间，互因有一个机会，所以因做伙悔改。所以你看，连遐狗啊，连遐精神拢满衫三恢复，表示啥？忧伤痛悔，我认罪悔改，连精神嘛安尼做啊！哦，所以伫遮咱有看，有听到有人传无？拄爱启用，咱有详细去听无？第二，哥罗西书讲第1章27、28，咱做伙读来。上帝爱要互因在即个奥妙的阳光，伫外邦中有偌富有，就是基督点伫你，做阳光的5万个。阮团伊用逐样的智慧考劝逐人，教示逐人，要显逐人伫基督内。我所以用无共款的方式，咱对囡仔有囡仔的方式。即马伫楼顶，咱有即个瑞士球，我若伫夏令营讲 Rescue by Jesus， 囡仔就讲耶稣拯救我。遮个青年讲 Rescue by Jesus， 囡仔就知影讲耶稣拯救我，救我，耶稣啊！即马楼顶有一寡遮个社区的囡仔继续。咱互因有机会，青年嘛伫遐咧服侍，因真用心，为着要去短期的宣教，山顶美福满的所在，我看有真侪青年，要12点啊，还阁伫楼骹，伫遐咧准备。感谢主，互咱每一个人各尽其职，用逐样的智慧。你感觉无可能，上帝要互你真做有可能。你感觉无法度，上帝要互你有法度。阿门吗？第一，咱要来看福音，互人会通得到智慧，得到生命。传道书咱最近咧看甲结尾来看，就是敬畏上帝。你要有智慧，敬畏上帝，就互咱得到智慧，才会通互你伫人生的中间好野善。伫迄个作者内底在讲起讲，毋是好嘢，就互我会通过了足快乐。我菜脯罔加咸，当时我的心若有即款的一个毋望平安，我嘛过了足喜乐，敢毋是？所以伫遮咱有看讲福音会通互人知影真理，咱做伙来读来。搁在上帝的囝已经到，有互咱晓悟到捌迄个真的，咱也点伫真的。就是伫伊的囝耶稣基督，这个是真的上帝耶稣。所以圣经有无共款的所在，拢咧对咱讲起，这是真的，这是安怎？当时这个人因家己亲目伫遐看见，咱来看一段影片短然后2分钟，我毋知咱捌看过这段的影片伫2010年。8月初5发生伫智利智利这个国家一个圣何区的空区，有33个人待伫迄个空区内底。Is that the only way in? The only way in, the only way out.
这是2015年的一片电影叫《三山奇迹重生》哦，还是讲绝地逢生。头家明明知影这个空气无稳定，总是也是互这个乌团的人进于到伫这个空气内底。Gracias a la vida Tijuana, que me ha dado we're all here. me dio dos luces. 家属伫顶悬，毋知要安怎， and they do nothing. 追求政府的帮赞，总是无得到啥物款的回应。 There's a 1% chance of finding them. This is all the food we have left. We have to ration. They'll close the mine and put up the gravestones. No! I believe we'll make it out of here because I choose to believe it. 这个叫马里奥的， All 33 of us. 伊就讲，咱每一个拢要活开，咱拢有机会通活。 The rescue teams! Those people out there are counting on us. We have 10 drills working 24 hours a day. The mountain is completely unstable. We're putting it down on top of these men. We're all ready to get out of here, or die trying. We want answers. I've been saying this. Yeah. 有人 I 伊 couldn't 遐 be 甲伊 prouder 头 than 家 I am. 饼甲伊藏起来。 I have a daughter and a wife. They're counting on me. It's okay, Dad. 伫即片的电影有机会，咱会当去看吼，即摆应该拢会通照到。所以伫即片的影片内底，全世界拢咧看即个代志。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即个叫做马里奥的即位空军的领班主任，伊用伊的信用伫遐来宣告讲，咱每一个人全部拢要出去。总是咱看有真侪遮困难，目前咱就是受待伫即个地下差不多700公尺，要拯救因是非常的困难。最后因伫空气内底，伫迄个避难所的所在，伫遐有一寡遮食物，总是69天，遮的食物无法度，互因会通伫遐来经过遐久。所以这马里奥起来，伊伫遐来激励因，用信心伫遐来甲因讲，咱每一个人拢做伙来祈祷。虽然中间有诶毋是基督徒，所以带因做伙祈祷，然后分配遮个食物，大家减量。总是嘛有人类的自私为人着偷藏物件起来，伫顶悬的人，因毋知要安怎，因寻求帮赞，总是嘛有迄个困难性。有教会的牧师发动侪教会伫遐来祈祷，为着即件事伫遐来祈祷。伫顶悬有一个因有一个好像营区安尼伫遐家属做伙伫遐咧祈祷，一个追求5万的营区。伫下骹，咱看讲这33个人，因为人担心、惊吓，惊讲家己是毋是正做谈判的食物。咱知影有真侪到尾仔是食人肉，所以即个马里奥相信讲，咱对上帝有信心，所以因做伙伫遐来祈祷，做伙伫遮来恳求。伫受困17天的中间，忽然迄10台，最后迄第10台的机械有弄到伫因迄个所在，因就写遮个纸条讲，阮33个。拢遐活的，好亲像最近迄泰国的代志，要抢救是足无简单的哦，伊这困难性更较大。好亲像101遐尼悬的，迄款的空气内底，要安怎伫遐来拯救？所以大家一开始本来是抢食物，到尾啊经过这马里奥的苦劝，做伙分配，做伙分享，大家一工食一顿。检测到最后剩一喙，有人悔改，然后将遐饼摕出来。导演最后用一个最后晚餐的即款的一个
手法伫遮来定的讲，互因伫黑暗中，互因伫面对死无的中间，激励因有毋茫。所以到第17天的时阵，咱有看见，就弄到伫因的所在，然后将遐物件、将遐救援的物资，就送到伫因的所在。因嘛开始咧想讲，到底有啥物款的方法？拄啊，咱看到迄个影像啊，迄个影像，其实迄个机器是对台湾送去的啊。所以全世界拢想办法要来抢救因咯。所以伫即个救援的行动内底，台湾嘛有一间公司，伊就免费来捐赠即个视讯即款会通看到即个亲人传达彼此的心声。伫人的自私，伫人的困苦的中间，咱看上帝用奇妙的作为。到尾啊，这33个伫2010年10月13到14，陆续被救出来。有一个好亲像迄个胶囊的迄款的凤凰号伊将因33个拢救出来。伫迄个影片内底有看见人生的即个疼有迄个毋茫。所以最后导演用即款的方法来听讲，咱透过咱信仰的看法的内底，检测人靠咱家己无法度，所以亲像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出的宝的相款，有人感觉无望啊，但是耶稣救我，耶稣出现，耶稣伫遐，互因望着看见。所以每一遍咱咧做过偌济个礼拜神，咱咧做庆祝圣诞节神，其实就是咧。对世间人来讲，耶稣伊是奇妙的主，赢过死亡关系的主。所以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圣经，要帮助咱会通伫遮来明白，伊听咱安怎听咱，为着咱拍开迄款拯救的门啊。所以耶稣完成伊的工作，成了，你咧，过来就是你会通选择啊，买无？有要信无？这就是上帝互人。的一个管道甲方式，这33个中间出去，伫迄个中间受感动，然后有20个就决志来信主。伫咱生命内底，是毋是有人对你传过、对你讲过？你用啥物款的态度来面对？拒绝？当我较有用的，我去看卖，是大人也伫的，无方便。也有真侪啥鼓励无？上帝在对你讲话。第二，上帝嘛要对咱遮的信徒讲话。耶稣愿意做，你呢？耶稣愿意传，你呢？遮青年愿意去偏乡的所在，你呢？咱会通学习主的款式，咱做伙起立。这首诗歌在甲咱讲，耶稣听咱啊。圣经拢有记载啊，嘛有侪遮福音的前辈在对咱讲啊。你捌甲你的厝边讲过无？不管伊接受还是拒绝，你做你该做的，上帝嘛做伊做的。其他的留予遮无道的朋友，上帝予你自由意志，家己来决定。总是有一个无改变的上帝听你。主耶稣听你，永远听你，也搁互咱有机会。就亲像这最后，咱看当因经过69天了，第70天陆续被救出来，因定头生啊，定心来得到迄个活命。虽然以后人还阁会面对着困难，想是有继续伫这个信心内底来挖个主无？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听。耶稣听我知影，圣经所讲是真正。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会救有提升。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伊明白我。来，手接我来。
节，我已行你来哩，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伊认捌我的名，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伊认捌我的名。主耶稣，来亲近耶稣，来相信耶稣，主耶稣真你，主耶稣真你。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真正听你，主耶稣在等待你。伊为着你已经完成救赎的任务，伊伫十字架顶已经救赎你。主在呼召咱，你有听见啊无？你有要回应？你有要爱这个永远的福气？你有要相信伊是永远的救主，赢过死无关系救主啊无？你会通用行动直接来回应，你会通用洗礼归伊的名直接来表明你的信靠。主嘛要对咱的兄弟姊妹讲，伊到逐所在来传遍天国的福音。主嘛在呼召你，对无共款的人，对你的亲友，好亲像伫矿坑顶悬遐个家属。迫切恳求祈祷，为着要抢救因的性命，主嘛在呼召你，用祈祷、用行动来帮咱遮的亲友同得永活。主啊，你来就是要叫阮得到活命，重担会通得到脱落，心灵会通得到平安，会通得到永远毋忘的。求你来帮助阮，明白你的真理，随诚人心相信，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主的听。今日阮徛伫这个所在，毋是偶然，是你特别的竞选。你使用阮来成做正人的祝福。求你继续使用阮伫阮的生命，互人因为阮来得到福气。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姐，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很努力，给你我应到一世，是刻铭记的我主，归耶
起立。我的亲阮的护你，益处拢等你旨意。我会在亲你手术，甘愿迎你做旗鼓。阿门。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老你的名，感谢你有即个恩，互阮有即个恩典，搁来到圣殿来敬拜俄罗你。主啊，你是大权能的主，求你来使用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成做你福音的出口。即时，阮奉献阮的时间、金钱、才能，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你亲自教我。安尼的感恩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请坐，这是请尤牧师来报告。报告大声，咱要来为着几项事来祈祷。头一项就是咱透过今仔日，咱所领受的这个信息，求主来帮助咱听见救恩，好亲像这个尊源来回应尼尼微城的百姓，来回应主的呼召，主的救恩。咱为着儿童双语品格夏令营继续的同学会，来祝福青年因要到伫8月到伫山地的宣告。咱开声来祈祷，咱为着因来祝福。主，阮奉你名伫遮祝福。主啊，你的恩典教养阮，主啊，帮助阮。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已经将救恩来赏赐予世间人。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的福音，互阮会通有机会用信心来回应。愿主你帮助阮会通听见，会通照信心的程度去行，也呼召阮会通真做回应主你呼召的。这个小朋友，这个青年。甚至阮遮个成人牧区的兄弟姊妹，拢是主你所听。由你来帮助，互阮会通把握着有限的机会，来进入到伫无限的恩典内底。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要来欢迎第一次伫咱中间做伙来学乐敬拜的兄弟。头一个，咱要来欢迎年纪上细吼。麦时安哦，就是咱麦智慧弟兄甲恩慈因夫妇细囝吼，来到前面来，来。咱拍拍甲伊欢迎啊！来，咱三角来祈祷吼，会通伸出你的手来叫麦时安吼，锡安啊，这位细囝吼，对啦吼，来给，好，主阮奉你的名来祝福时安，这是主你所赏赐的是你的宝贝你赏赐这位因夫妇会通得到这个细囝，愿主已经第一遍进入伫圣殿。求你聪明智慧赏赐这个细囝，互伊伫这中间对细汉到大汉，拢有主你的恩典充满，互伊会当有你差派的天使，
四处来固守，直到大汉，继续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也祝福因夫妇会通有智慧、聪明甲疼心，会通来祝福这个细囝，互伊会通教导伊细囝，时时亲近主，无离开伫主的恩典。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爸婆甲伊祝福。咱来搁介绍其他的来，谢东春谢东川兄弟，毋知伫倒，有无？无吗？哦，好，来过来，叶惠多姊妹甲叶惠多兄弟甲刘正秀姊妹夫妇吼，伫咱中间。咱甲因欢迎吼，愿上帝来祝福。来，搁有这是迄个吼美人节小弟啦吼，美英的弟弟，美英节较大小，咱甲伊欢迎啦吼。感谢主来祝福吼，我想上帝恩典也要临到伫个新州。来李燕姐妹，来，来请K因好吧？恁挂这牌就通行无阻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哦。感谢主。其他毋知阁有头一遍伫咱中间。咱毋捌甲你介绍无？若无，咱来看今仔个周报的消息。下头一点有伫市控伊召开中执会，请中执2个月才开一遍尔吼，莫定定请假准时来开会开会了，搁要召开小会，所以各位小会员辛苦9月初2，咱要举行第5次的圣礼典咱有要洗礼的兄弟把握机会咱一年有6遍，这是第5次受洗。若要报名受洗，伫8月19进前，甲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咱后礼拜有要庆祝父亲节父亲节咱总务部已经有选出这个精美的这个礼物这是咱爸爸拢用会到的逐工拢爱用到的恁家己去若要知影后礼拜来做礼拜咱当日出席的，咱有1份的礼物。咱伫7月16开始，咱有这青年伫教会来查经你厝内若有这个少年人困到日头拍尻川的你鼓励伊来，生命应该会改变啦互因会通青年做伙来读上帝的话咱伫7楼嘛有继续有这个同学会，咱为着因来祝福其中嘛有一寡这志工是对台友国中来所以咱有这志工的招募。请咱会通看这若有负担的咱台友国中有需要28位通国小，14位的生命教育的志工老师，所以请咱会通伫遮来报名，人参与来祝福更较侪人其他的消息，阁有兄弟姊妹有一寡这个画展，请咱就来看拜2到拜43位牧者有伫花莲参加这牧家的退休会。所以无伫教会，所以咱有法伫祈祷中间来带祷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做伙来。因为亲像用那3日3夜伫大鱼的腹肚内，因主也要安尼3日3夜伫地里。马太福音10章41遍来。因为亲像用那3日3夜伫大鱼的腹肚内。因主也要安尼3日3夜伫地内。马太福音12章
来吟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其实说请乐牧师来祝祷，请起立。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全国的三喜，心内最好伫你面前，对主无悔，那你世切，愿你所要。同心祈祷，领受上帝祝福，愿恁大家得到主对天顶所赏赐的关联甲快乐，也予恁伫地面上困饱，伫天顶也要困饱；伫地面上透放的，伫天顶也要透放。也愿主永无改变的疼来充满恁，予恁也成做上帝疼的管道，来祝福做社区的百姓、亲朋好友，也有主圣神的感动恁，会通起来。听其主的声的呼召，会通顺服去，互人得到利益，当得福音的好处，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阿门。请坐，密道。手中有一张这个绿色的单吼，就是鼓励暑期中间咱的青年有办做活动，鼓励你村后青年人吼，你通鼓励因来参加，咱比出来请安，比出来祝福。